你想唔想同其他人一齊去啊？你想唔想同我一齊去啊？你想唔想唔帶其他人一齊去啊？你想唔想同我一齊去啊？時候到啦，我哋朋友嘅，我真係好興奮可以同大家講，我哋而家嘅伊瓜蘇瀑布呢度係巴西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景點，呢度係新世界7大自然奇觀之一，呢度都係最壯觀嘅瀑布之一，因為呢個區域有275個獨立嘅瀑布。其實瀑布就喺巴西同阿根廷喺邊界上面，大約有80%瀑布都喺阿根廷嗰邊。不過巴西比阿根廷多咗一個優勢，就係可以睇到更加壯觀全景式嘅瀑布景色，一次過望到更多瀑布，所以建議大家睇到嘅時候兩邊都要去睇下。但係疫情期間就麻煩咗，因為你要過境就需要做 PCR 檢測，而且有人話過關嗰陣排隊都要等好耐，所以今次我就決定淨係喺巴西嗰邊等我去阿根廷嗰陣，因為我一定會去嘅。到時我就會睇埋阿根廷嗰邊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我都好興奮啦！大家巴士嚟啦，今日第一班巴士就快開出啦，不如我哋上車一齊去睇下呢啲勁靜嘅瀑布啦！你想同人哋一齊去嗎？你願意同我一齊去咩？你想同人哋一齊去嗎？你願意同我一齊去咩？哇！科技門咁真係太正啦！我絕對從來冇見過咁嘅瀑布。我走咗大約20分鐘，就睇到一排又一排美麗嘅瀑布。而家我哋睇到瀑布嘅最尾端有個叫做魔鬼喉嚨嘅觀景台，據講係成個瀑布群最靚最壯觀嘅全景位。而家真係完全俾遊客攻陷咗，好似一場旅遊大軍嘅。各位，我真係好慶幸我搭咗第一班巴士，起碼有5至10分鐘可以靜靜啲睇下瀑布。而家啲人真係多到嚇死人，我真係唔敢想像週末會變成點。你去到任何熱門景點，特別係巴西，真係人山人海，逼到爆。今日係星期2，仲要係一日嘅開始，我都覺得已經好多人。我只不過係一個夢境一夜，但我仍然會特登抽出一天時間裏。係嘅，我會咁做嘅。我哋嘅心已經唔再偉大。
我本來打算去嗰邊間好出名嘅餐廳食嘅，不過佢哋嘅嘢好似仲未開始營業，因為我今日睇到嘅時間實在係早咗好多，所以先會咁樣咯。我睇住而家先揾咗嘢食嘅，因為我中午12點要做直播，之後又要去 Mako Safari 坐船，所以呢個實際上係我唯一能食啲零食嘅時間，所以我決定只飲啲咖啡，食啲生果，飲啲水。今日呢，晚啲時候呢，我會食主餐。好嘅，朋友們，一日快結束咗，我已經換上咗啲衫，因為參加 Mako 旅行嘅船，你會被淋瘡嘅，所以記住要帶多套衫換。仲有，你可以喺行程開始前租儲物櫃，但我想提一樣嘢，我唔知可唔可以改。不過基本上做呢個吉普車野生動物園部分就用咗2個鐘，雖然都幾好玩，但係真係用咗2個鐘，而且好奔波。而家基本上成日都過咗先至到我最想玩嘅船河。講真，呢個先係我真係想玩嘅部分。佢哋賣俾我嘅時候就話2樣嘢要一齊做，所以我都唔知有冇得淨係玩船河。如果可以嘅話，我都會建議你哋做，因為吉普車野生動物園真係唔值，淨係浪費咗好多時間。如果可以嘅話，我一定會跳過去嗰個部分。當燈熄咗，你喺黑暗中攔咗前行，你一直堅持，但最後行得太遠。當你嘅夢想隨船隻遠航而消失，一切都錯晒，你覺得全部都係你答錯。記住，我會喺你身邊陪住你，寶貝。記住，外邊佢哋會來害你。人生有咩難關，記得揾我幫手，唔記得。走啦，係時候去追風啦，你會攀得更高，穿越雲層望出去。當你覺得低落，我知道你會彈返起身。記住，我會喺你身邊陪住你，寶貝。記住，外面佢哋會謀害你，人生遇到困難唔記得，只要你永遠都唔好唔記得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隨時隨地打俾我，我一定一直都堅定不移咁喺度守候住你。只要答俾我，我會喺度。佢哋會傷害你。今日真係一日超級精彩，喺其他字可以形容。我極力推薦大家一定要睇到巴西南部，親眼睇下呢啲嘅壯觀嘅瀑布。另外要提一提，唔好意思，公園入邊係唔准放無人機嘅。
你睇咗我條片開頭見到佢第一張相，其實係用直升機拍嘅素材，因為你喺呢度其中一樣可以做嘅嘢就係搭直升機飛過瀑布。如果你想玩得豪啲嘅話，希望你咁鍾意呢條片啦。記得嘅留言話我知你睇法，同以往一樣，記住做最真自己，做你自己，獨特美麗。拜拜各位。